预防火灾、抢救灾害、紧急救护，是我们的3大工作任务。画面当中，消防人员穿着专业设备，赶到现场救出受困民众。这是台南市消防局2024年的消防卫历形象影片，展现出消防员执勤时不同的样貌。大家可以看到台南市的消防阅历的主要特点就是不卖肌肉，但是卖我们的技能。因为我们的消防技能、救灾技能、抢险技能都是6都非常杰出的。今年的台南消防卫历为不同的紧急现场甲专业领域去呈现，包含地动、水系救援及风火山岛。伫发表会现场，也搁特别示范垂直吊挂救援，以及搜救犬、各式消防车，展示台南市的消防实力。那我们在去年到现在，到今年的9月30日为止，我们火灾的发生率是最低的，火灾的伤亡率也是最低的。那最近10年来也都没有消防弟兄姐妹因而这个失去宝贵的生命。我们要维持这个好的传统，而且要努力下去，精进我们的训练，精进我们的设备，能够对于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安全的保障。在会中，市长王伟体也颁发感谢状，予支持消防卫历制作的企业团体。社区英雄重新出发消防卫历，总共限量举办2000份，只送无卖。若是介意的市民朋友，只要参加台南市消防局办理的风火山岛活动，就会当摕到。台南市民生活采访报道。